全創非遺計劃其實就係一個有系統性嘅一個培訓，可以有個老師傅帶住一啲學員，咁學完之後咧就可以去學校度教。陶師傅教嗰一套海派花柳喺書裡面就好難揾到㗎，工藝上面要求係最高嘅。由我開始去教班咧，我係豁出去嘅，傾囊相授，好似遍地開花咁，教多啲。其實好少人會教嘅，而家坊間就係許師傅啦，問佢就一定答，甚至更多嘅內容俾到我哋。點解今時今日科技咁發達，我仲要識呢啲咁樣嘅非遺項目啊？喺呢個活動入邊，佢哋要自己揾翻一個答案去解答翻呢個問題。其實你學到一啲價值觀同埋態度、恒心啊，要慢慢琢磨啊。咁我希望佢哋其實將呢一種喺印章度學咗嘅呢種嘅專注、耐心，帶翻去佢哋喺佢哋現實嘅學習場景嗰度。古人嘅智慧同埋佢哋嘅文化，幫助到我哋認識到我哋文化嘅來源，咁亦都係自我身份象徵嘅記號。即係好似一個橋梁咁樣，將有技術、有資歷嘅人，跟住再去 connect 翻一啲有心想學去傳承落去嘅人，再落埋學校，就真係做到一個傳承。我個責任要堅持做落去，傳承落去，等多人認識啊呢個手工藝。做樓同做人要有堅持。花柳係難得一個技術，一個 art form 係之前從來冇人做過嘅。我哋有冇辦法用呢一個技術去行一條新嘅路出嚟？我哋能夠保留到最傳統嘅技藝同埋最傳統嘅材料物質，做成一件作品，將呢個咁重要嘅技藝一代一代咁相傳落去，就係我成功嘅人。用佢哋今時今日嘅眼光同埋創造力，去將呢一啲傳統嘅事物咧，點樣去配合翻佢哋而家嗰個嘅生活，再創造，發揚光大。